最近國內5部門聯手出台嘅免稅店新政啊，呢波政策紅利最大嘅贏家咧就唔係國際大牌啦，而係我哋自己嘅國貨啊！嗱，以後行免稅店可能就要從呢個搶弱貨變成咗囤國貨啦。點解話國貨會成為最大嘅贏家呢？首先咧就係硬性嘅地盤保障啦，新政明確要求賣國貨嘅面積咧原則上係唔可以少於1/4嘅喎。更加關鍵嘅就係真金白銀嘅稅收優惠啦。而家新政就規定國貨入免稅店銷售咧就視同出口喎，可以直接退免增值稅同消費稅，成本降咗，賣價自然就更加抵啦。反觀弱貨啦，就算免咗關稅啊，品牌方為咗控價降價嘅空間其實都有限嘅，呢一下國貨嘅價格優勢就凸顯出嚟啦。而深圳市內嘅免稅店咧就更加接地氣啦，已經同華為大疆敲定咗免稅專供款合作啊，預計1年嘅採購額可以超10億㗎。就連華熙生物、自然堂呢啲國潮美妝，仲有北京嘅稻香村、景德鎮陶瓷呢啲老字號，都扎堆入咗三亞海口嘅免稅店啦。可能會有人問，國貨係咪真係可以接得穩呢波富貴㗎？答案肯定係啦。而家嘅國貨一早唔係平替啦，華為手機、大疆無人機喺全球市場圈粉無數喎。而家入免稅店疊加退稅嘅優惠之後咧，價格就更加有競爭力啦。而國潮美妝靠嘅係實打實嘅成分研發，成為 C 世代年輕人嘅首選。咁免稅渠道咁啱就會令到更加多人睇到佢哋嘅實力啦。仲有蘇州刺繡嘅絲巾啦、非遺陶瓷呢啲帶文化屬性嘅國貨添，特別可以吸引外籍遊客嚟埋單㗎，相當於借住免稅店走向世界啊！反觀以前我哋搶購弱貨嘅日子啦，出國就喺外邊嘅免稅店買包包啊、買美妝咁，花嘅錢咧就成為咗人哋嘅 GDP 喎。咁而家新政咧就將審批權下放到省，咁以後免稅店就會越嚟越多啦。更加重要嘅係，我哋喺國內免稅店買國貨，既可以享受退稅之後嘅低價，又可以支持本土品牌喎。呢個唔係一舉 N 得咩？